Hello，大家好。咁今日我哋嚟到寶林啊，就想帶大家睇一下一個旭輝台嘅兩房單位，即刻睇片。旭輝台由香港房屋協會發展，於1998年12月落成，由2座樓宇組成。單位使用面積481尺，客廳屬於鑽石廳設計，隱私度高，景觀更開揚。來到廚房位置，可以看到基本電器都有。再看看廁所位置，標配浴缸。這是小房間。最後看看主臥，窗外景色開揚。